咁所以你會睇睇呢兩件事啊，一面咧佢就接待呢一個以色列嘅敵人啊，約旦國王；另一面咧佢又唔准許以色列將自己嘅敵人驅逐。咁但係呢兩件事就導致呢個總統啊都要喺呢個風底下去逃亡啦。因為呢個風咧係美國歷史上第3大破壞力最大嘅風嚟㗎。咁所以呢個美國總統唔走都唔得啦嚇。呢個風直接打去北卡羅來納州、維珍尼亞州、馬里蘭州，而呢個風嘅破壞唔單止大啦嚇，咁並且佢導致第一就係聯邦政府要全部關閉啦，全部學校喺首都都要關閉啦嚇，咁咪當時嘅火車啊、巴士啊、甚至係機場啊都要關閉啊，上百萬人呢係停電嘅嚇。事實上喺呢個伊莎貝打完之後嘅72小時啊，都係有過百萬人仍然喺華盛頓 DC 停電嘅嚇，而並且就係過百萬人嘅食水都染污添嘅嚇。咁喺佢打完呢個風之後咧，佢哋又開始佢哋非常之艱巨嘅呢一個清潔同埋重建工作啦嚇，因為佢喺歷史上面第3大破壞力大嘅風啊。有好有趣，如果你睇翻伊莎貝呢個名，其實呢個名就係上帝嘅誓約咁解。咁當時佢哋嘅損失咧就係40億美金嘅。好啦，咁跟住係第48個例子啦。嗱，咁我相信去到第48個例子有一點值得去提嘅，就係因為如果我哋就好似而家我哋講48小時審判啊，咁其實如果你真係去理解48小時審判而唔係從星頻創造去理解嘅話咧，咁其實咧好多係解唔通嘅。其中一個第48嘅例子就係咁解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原來咧我哋所睇嘅好多個災難啊，尤其是去到2012或者11咧就更明顯嘅。嗰啲災難本身咧就已經係大自然一啲嘅 cycle 嚟㗎。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講緊嘅地震啊、海嘯啊，有陣時氣候嘅變化嚟自海洋嘅溫度嘅變化，咁所以好多時佢哋都有啲學名。有啲嘅專業名詞去俾呢啲嘅自然災害嘅，佢話呢啲係循環幾多10年循環，或者幾多百年嘅循環咁樣。但係原因就係咩咧？原因你一定要知道有2點嘅。第一點就係我哋講緊嘅星頻創造本身就係一個循環嚟嘅。其實我哋而家所見咧，文化變動緊，政治變動緊，星獸係變動緊。唔單止星獸變動緊，地球都係其中一種嘅星嚟嘅。係咪？所以地球佢其實係按住一個循環變緊嘅嚇，但係咧呢個循環係只不過咧係讓人喺千百年裏邊觀察咗出嚟，但係佢哋以為呢個係自然，但係我哋而家按住星頻創造講話，呢個係創造嘅一部分，明唔明啊？星頻創造根本係按住一個嘅高頻嘅星頻咧，係慢慢急劇增加上去嘅嚇，所以冇錯佢解釋咗而家呢個係一個循環，但係解釋嘅呢個循環唔係代表世界上冇神噶嘛。係咪？所以你會睇到而家我哋所講嘅社會啊、政治啊、文化，其實係按住一個有一個循環變換緊嘅。而家我哋所強調嘅就係每一次呢啲嘅循環都會出現，係咪？佢並且係重複出現啫。不過人喺當中可以作選擇無論係世界嘅災難係其實係一個循環，人嘅選擇、人嘅變動係個循環，神嘅審判係個循環，人嘅文化嘅變動都係按住呢個大嘅循環變動。而呢個大循環咧，就係我哋講緊星頻，佢會係建立一個破壞一個，建立一個破壞一個，而一個比一個高頻啊嘛。嗱，所以變咗你會睇到咧，講到呢啲嘅災害嘅時候咧，好多時啲人咧講到呢個災其實係一個嘅大自然嘅循環之一咧，咁其實佢錯覺。就以為咧，既然係大自然循環，咁同神冇關，同人造嘅嘢冇關，唔係嘅，人造嘅嘢根本就已經同成個大自然嘅循環係有關。而第二，而家我哋所講嘅循環咧，唔係一早已經人知道嘅，其實每一次都係大災害發生咗之後咧，人先至事後去嘗試解釋佢，即係話就算佢哋理解啲循環，不過佢哋都唔能夠預知。咁意思代表咩啊？但係我哋而家能夠預知喎。
我哋預知48小時喎。換句話講，佢哋嘅理論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錯覺喺度，就係個錯覺就係看呢啲係偶然。既然係循環，咁呢啲係大自然嘅偶然啫。咁但係其實大自然嘅創造係冇一樣嘢係偶然嘅，每一樣嘢係按住神嘅計劃去推進。所以而家我哋能夠預知到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能夠解釋到嗰個來源嘅。就好似而家我哋所講嘅第48個例子啦，時間嚟到03年嘅10月，布殊按住佢一貫作風啊，連續3年啊，都喺呢一個回教嘅齋戒月咧，托呢個回教徒嘅大腳啦，去讚揚佢哋嘅信仰係好啊，係都係同基督教嘅神差唔多啊。但係與此同時咧，佢又藉着呢個演說去鬧以色列喎。喺演說當中咧，佢一面就去讚呢一啲回教徒，另一面咧佢就譴責以色列起呢啲安全區嘅圍欄喎。佢仲針對就話安全同霸佔係有分別嘅咁樣。咁你要睇到喺呢一點咧，兩件事一齊做啊！一邊咧就施壓力同埋鬧以色列啦，另一邊就走去讚揚呢一啲嘅以色列嘅敵人，就係回教國家佢哋嘅齋戒月。咁喺24小時後啊，就係10月29號星期三咧，美國就公布咧佢哋係面對歷史上記載最大嘅太陽風。咁而事實上咧，係24小時後公布咗，原來係小布殊講嘅同時啊，第一個嘅太陽風就打到去地球，而喺佢哋29號咧，第二個就打到嚟啦。咁按住當時呢啲嘅太陽天文學者啦阿 John 啦咁佢就講到咧，呢一個佢相信係近代歷史當中人類見證最大嘅一個嘅太陽風嘅打正地球，佢好似直情係話，好似等於一支槍管指住個地球開咗兩槍一樣，即係好似小布殊做錯兩件事一樣咧，神就對佢病咗兩槍一樣。就如我所講啦，太陽風咧其實係我哋知道係按住 cycle 去出現嘅，但係冇理由又係夾正呢個咁歷史上最大嘅人類見證嘅太陽風，就係直成佢講嘅同一日打到落嚟啊嘛。所以你會睇到按住天體物理學家係有得解釋嘅，亦知道佢嘅 cycle 嘅。但係好多時佢唔能夠預知係邊年邊月嘅邊日啫，但係你會睇到咧，我哋可以按住24小時或者48小時咧睇翻呢一啲神嘅審判。咁事實上由28號開始啊，除咗呢兩個連續嘅太陽風咁重咧，跟住10日之內咧，呢啲嘅太陽風都一樣咧去不斷去打嚟呢個地球㗎，而受影響最大咧，亦係美國添，因為點解咧？因為原來喺當時佢哋講到咧，呢個風甚至影響佢哋救另一個災啊！因為原來當時咧係有兩個災。原來喺當時小布殊講咗呢段説話之後啊，咁一路去到11月5號啊，美國去面對一個嘅森林大火。呢個森林大火係南加利福尼亞歷史上最大嘅大火嚟嘅。咁按住當時嘅氣候學者講啦，佢話呢一個咧變成又係新嘅一個完美嘅森林大火啦。因為當時嘅溫度高90度華氏，濕度低10% 濕度啫。你會睇到香港平時係講緊70% 啊，90幾個% 嘅濕度噶嘛，但係咧佢當時係10% 濕度嘅，極之乾燥嘅嚇。咁再加埋咧40里嘅風速咧，就導致呢個係新嘅一個完美森林大火啦，就成為加州歷史上面咧最貴最大嘅森林大火。咁而事實上再加埋當時有呢個太陽風咧，阻礙咗佢哋咧嘅通訊系統啊，阻礙咗佢哋救呢個火。咁所以咧係之後佢損失咧，被譽為加州歷史上最貴嘅森林大火，佢損失咗30億嘅美金嘅。咁係死咗22人，毀滅咗3600間房屋嘅。咁而燒毀咗74萬畝嘅呢啲嘅森林。所以你睇到啦，呢一個在我哋所睇大自然好似係偶然底下發生嘅嘢咧，咁其實一樣咧都係納入咧神嘅48小時審判裏邊嘅。今篇主日信息係喺2010年5月5日零時錄影嘅，當中提到一個美國所面對嘅審判係受太陽風嘅吹襲。弟兄姊妹可能對太陽風嘅威力並唔熟悉，
無獨有偶，喺2010年5月12日 ，Intelsat Corporation 公佈人造衛星 Galaxy 15受太陽風影響而飄離軌跡，失去控制，可能同另一衛星 AMC-11 接近。此外，亦有科學家預計，超級太陽風將於2012年9月襲擊地球，造成北美、歐洲、中國大面積停電、鐵路交通停頓、流動通訊、互聯網癱瘓等等，間接導致數百萬人死亡。請密切留意事態發展。